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柯志伟。屏东传出飘香机摔落意外，讲到旅游客，那美国一选手望向以过时第四罪移送屏东地检署。台师大一个毕业的硕士学生，今日是第台大博士生大写论文向发现，即马伊的硕士向好好撤销。总统蔡英文去高雄拼选举，也是无回应赖清德感谢副手。韩国录音部李家军则替伊讲教育政策。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一件上新意外：南投县澳办大游乐区下晡传出一个2岁查甫囡仔为澳办大吊桥摔回溪底，不治死亡。今天下午就是1点40分的时候，就发生这个2岁的许姓的那个男童的坠桥意外。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第一时间就去进行搜救。迄当时游乐区工作人员赶紧通报消防队，不过找到查甫囡仔时阵，已经无喘气甲心跳，送病了后不治死亡。家属表示，查甫囡仔甲拄岁是会行路，并不认为吊桥有保护网，伫后壁看伊家己行。想袂到，伊行无知去摔保护网，旁边大就落落去。游乐区表示，吊桥拢有经过检测，保护网嘛是顶的。若是讲力无够强，是要甲桥分开的。昨举行无动力飘香机国际赛，结果比赛第一天就发生着事故。美国队飘香机摔落来，讲到一对母仔，妈妈是不治死亡，囡仔受伤。警方查查将这个美国籍选手是过失致死罪。移送屏东地检署。救护车来到现场，为少民众我伫边仔看，垦丁的龙盘公园拜六举行无动力飞行机的国际公开赛，结果无想到其中一台失去控制落来，讲到一对母仔，老母被讲到头壳，结果死亡，囡仔受伤，加载无要紧。有关在龙盘公园无动力滑翔机遥控比赛，美籍人士操作不慎致死。被害人林姓女子死亡案件，本分局目前已将该协会理事长及美籍人士带回侦讯，相关人员侦讯后将会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相验。无动力飞行机国际公开赛比赛时阵，有选手献出一个飞行机，伫指定的所在 A 点甲 B 点中间降落，时间上短就赢。主办单位台湾遥控车坡飞行机协会声明，即使这个飞行机完全是外壳风力，推测事发原因可能是选手对着场所无熟悉，加上天气向向转变，飞行机才失去控制。强调无论是场所安全、清洁维护甲保险，拢有完善规划，会协助处理后续代志。昆管处也回应，活动是合法申请，比赛场所甲事故发生的所在至少离200公尺，意外发生了后，比赛马上停止。要依照我们的公文。然后他们的申请书还有企划书的承诺事项，然后负起完全的责任。如果未来没办法排除那个意外发生原因的可能的话，那我们以后会禁止。包括事件中的飞行机、未来空袭机、遥控飞机，在民航法修法，增加无人机专章了后，拢会纳入管理。这笔重量超过250克，拢爱注册登记。无讲机型要考照的规范，预计明年3月底来实施。而造成事故的美国籍选手张暗拒绝暗时来询问，早起警方请来翻译制作口径，要依照过失致死罪移送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第一昨仔，屏东飘香机撞死人意外了后，苗栗市中道嘛发生一件互人操控的保险飞行机摔落意外，好在在无讲到人甲车。这件意外是一只保险飞行机，经中道为后人开空隙向向失去控制，下过省道第13线了后，落伫个马路，落来时阵佫弄到边仔墙仔才停落来，因为边仔较无5公尺，就是人家。好在迄当时无人甲车经过，嘛无造成伤亡。不过毛民众反映，附近吊人伫耍保险飞行机，对当地民众来讲是造成真大困扰。总统蔡英文昨仔伫台南，甲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头一摆伫初选了后斗阵辅选，却问到赖清德敢是副手，蔡英文态度真低调。那赖清德则强调，替蔡总统助选是伊的责任。
到高雄招亲拜拜，蔡总统受到民众欢迎。自礼拜六甲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伫台南合体赴选后，礼拜就期间伊伫高雄走行程。面对两人合体，总统府秘书长陈菊讲，蔡文甲赖清德目前合作真好，被解读是毋是蔡赖配咧？蔡文笑笑问媒体感觉如何，啊毋过嘴依然真严。蔡赖算是成型了。好，我给你标准答案，我们会在最适当的时候提出一个最佳的组合，谢谢。蔡文重申会伫适当的时机宣布副手计调态度，甲赖清德同款。早起伊替台南立委郭国文辅选，被问到同款的问题时，民众大话支持蔡赖配，赖清德无特别反应，只强调家己是民进党员，替蔡文做算是伊的责任。没有其他特别的说法。那我认为我是民进党的一份子，是台湾队的一员我本来就有责任在总统选举的时候尽情辅选。另外，赖清德也发出立法院爱过半的口号，不过伊评估成不成功，也该拍拼。现在还要再努力啦，详细的情况党中央掌握的比较多，但是每一个席次都非常重要，因为票没有开出来不知道，即便是目前赢的选区也要非常谨慎。伊认为民调县的选区名大戏，民调低所在更较爱加油，家己也以较困难的选区来强力辅选，这样互民进党伫国会真是过半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今是由因宝李家芬以教育为主题，替韩国瑜宣传上基教育等政见。那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则对民进党考试的讲法反击，批评这是可以地无啊。这立场就是热烈的欢迎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继后李家芬头一摆推出家芬讲堂现场的博览。韩国瑜礼拜几天无公开行程，李家芬是以讲堂方式来锁定2成2题，宣传红赛政见。对着韩国瑜讲，当选了后会全力推动双语教育，补助学生有效吸取引发争议的部分。李家芬是继续强调双语教育，也个教学内容接近民众需求的重要性。台湾在21世纪的今天，我还是要讲一句话：教育其实跟政治都是非常专业，但是它还是一句话，都得接地气。除了继后的做工，韩国瑜透过倾听之路进行密集的地方拜访甲造势，也希望伫空间顶面一直来提出话题，带动声量，掌握优势。亲像青年学费贷款免利息证件，和教育部批评，学生用来趁钱的讲法就引发讨论。那我们国民党党团也算过，如果真的套利的话，学生一年大概是赚3000多块了，一个月200多块。所以教育部这种说法不仅不合理，而且是把学生当贼。那我们觉得千万不要这样做了哈。我觉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看待。听上日本新桥身兼民众党主席身份的台北市长郭文铁透过新桥游行为台湾祈福。郭文铁也甲国民党同款，对民进党副秘书长林辉鹏讲，莫相信郭文铁亲中的口舌讲法，反击是乱打标签。我觉得像林辉环那个发言，你知道，就是典型的这种扣帽子这也是一贯，你知道哦，一贯这种拿蓝绿统独在做选举操纵的，这是最典型的例子了。坦白讲，因为2020年大选愈来愈近，外界关心民众党是不是甲时代力量合作。郭文铁强调，爱看合作的项目是啥物，亲像是孤注正义的主张，互相想法就真接近。记者综合报道。华航一只班机正准备起飞，出现后壁班机发现有一个外籍人士爬上飞行机的起落架，当场是向抓起来。机场公司经甲航警局登去现场搜索，嘛要调看相关的监视画面。航警局会同桃园机场公司航务处、营运安全处、工程处甲消防队20多人重回现场勘查，虽然无找到证据，不过检视巨型道边的威力工程有楼梯护厂商施工，附近水沟门无封死，周围仔边有只护坪，人烟划过加上机场围拿感应线权，部分被树仔遮掉咧，拢可能成为安全漏洞。受一点伤还是过得去啦，对吧？但是毅力要很强吧。所搜查的方式还包括它的路线，还有整个围篱方面有没有攀爬的可能或被破坏。
桃园地检署表示，礼拜六入侵机场的这名外籍的查甫人，经过航检局移送地检署检察官定性后，认为有违反民航法无故侵入航空器，加入出国移民法的无经许可入国罪，犯罪嫌疑重大，有逃亡嫌疑，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长期在施工，所以他们相对容易暴露一些就是比较容易被侵犯的一个点。那么再来可能就是连外的一些管线这些排水沟等等。学者提醒，机场公司爱盘点管制区安全，对合作外包公司自主安全管理，也爱严格管控。过去也捌出现精神无正常查某人穿过违例进入华航班机案件。维安劳动已经不是第一摆，必须全面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安那伫嘉义林管处树口园区，最近是发现有未少树仔破病，而且有树仔交医生的侦查狗来搜寻，查出可疑躯血。送检了后，确定有10个所在着病，园方嘛赶紧启动防治工作。侦查狗仔四隔片，一个发现各样被称作树仔狗医生的米格鲁就区内，显示这个树仔可能挖着俗称的树干边，因为树干边看袂出来，主管机关出动狗仔来倒片倒车。禾根病是不是也可以有它特殊的味道？没想到它就很灵敏啊，它可以分出来，这是禾根病的真菌，然后其他呢它不反应。树仔若是挖着树干边，会影响树部底的养分，也有水分的吸收，也有运输，最后造成树仔死去。嘉义林区管理处出口园区最近发现园区内底树部出现各样情形，出动狗仔到检测，送检了后发现有10个所在着病的情形。确实有15处发生了禾根病，那我们因此因为这个禾根病确实要去做防治，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目前在进行的就是禾根病的一个药剂熏蒸的一个工作。园区方面讲，后续会进行防治工程，除了挖出病菌、分解大型的病菌，并且将因集中烧掉以外，挖着病的这所在土壤也伫消毒这相关程序完成了后，这个种回草皮，也是台湾原生的树种苗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所来到香港，昨仔香港集会游行爆发激烈警民冲突，个人放火烧新华社，到初三半暝1点为止，有超过200人恐领。今下晡，网民众发起香港7区的快闪抗议行动。香港防暴警察出现伫沙田8步推，拿在现场示威群众，各连2名示威的人。礼拜一下晡，由香港网友发起7区紧急行街示威行动，控诉香港警察不当使用武力，分别伫金钟、添马公园、旺角、梅花城球场、宽湾公园、沙田8步推等7个所在抗议。有网友伫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反公安恶法流水式集会，抗议无反对通知书制度。初次礼拜六，香港阁爆发激烈抗争，警民冲突维持时到暗暝，街路变成战场。其中国以湾仔冲突上激烈，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香港分社被人放火，大门玻璃碎鼓鼓，1楼大厅也被焚甲乌麻麻。必须大家一起起来发声，要让正能量传播开，要反对暴力。不过，有1名急救员被警方催泪弹拍到，脚贴片大面积受伤，一度昏迷。另外，港府考虑周末假日大众运输被示威者破坏风险比平常时悬。经过风险评估了后，港铁、轻铁甲港铁巴士服务直到暗时10点。记者综合报道。第39届东南亚国协高峰会初三伫泰国开播，这摆目标是要全力推动区域关系协定 RCEP， 希望会当伫年底进前完成谈判。另外，南海议题嘛是会议的焦点。初三早起，东南亚国协高峰会伫泰国首都曼谷北部的 Impact 展览会场开幕，所参加国的领袖上台握手宣示团结。หุ้นส่วนและมิตรภาพที่แน่นแฟ้นจึง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ยิ่งที่จะทำให้ภูมิภาคของเรานั้นมีความครอบคลุมพื้นที่มหาสมุทรแปซิฟิกและมหาสมุทรอินเดียสามารถจะรับมือและก้าวข้ามความท้าทายเหล่านี้ไปได้
这摆高峰会目标之一是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第年底完成谈判。RCEP 成员有东协10国，加中日韩、纽澳、印度等6国，将近全球1半人口，占全球 GDP 的32%，规模真大。目前协商中的20个章节已经大部分讲好，不过印度烦恼对中贸易逆差扩大，搁放慢脚步。另外一个焦点是南海问题。泰国总理帕拉育表示，东协要打造强有力的区域结构，所以甲中国要继续协商南海行为准则 COC。随后举行的东协甲中国高峰会，中国总理李克强已经明确表示，中国东协关系稳定。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佮指出双方提前完成南海行为准则，但伊本参详草案的第一轮审阅，就是双方合作的指标性成果。我们愿意和东盟在已有的共识下，按照3年所立定的时间表，来推进 COC 取得新进展，来长久的维护南海的和平和稳定。东协高峰会了后 ，RCEP 16国领袖测试会伫同一地点举行东亚峰会。不过，东协内底上重要的美国总统川普已经连续3年无来，今年派商务部长罗斯参加，贸易代表团成员甲以前比起来是降级。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阻止论文代写，教育部将处罚提悬到上济会当罚100万块。不过有媒体报道，这个台师大的研究生敢若是替台大的博士生代写论文，学校调查了后，已经撤销伊的硕士。若台大认为调查的时间是拖伤久，要向减少博士班的招生名额。硕士、博士生为顺利毕业，大部分需要写学术论文，不过有学生会找人代写。有媒体标刊一名台师大毕业硕士生被检举时罪，台大博士生代写论文，学校调查后被撤销学费，台大有关的调查当中。现在有一些学生，他本身有这个写论文的能力，只是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硕士班、甚至是博士班广招的一个结果，很多人他本身没有这个能力，他也跑去念了以后，找人家找枪手来写。台师大发表书面声明，认为这学生确实找人代写，所以撤销学费。学生论文交进前必须经过数位系统检查，老师签名。本学期开始，学位论文报告连电子档、三角图保存后会全面公开。教育部也指出，接到台师大撤销学生学位函，佮函请台大进行查处回复。不过台大无及时查处，先考检政治系109学年一名博士班招生名额，伫台大恢复是因为欠缺完整资料，才研究了后已经恢复名额。伫台大方面是表示，会依照教育部的指示来处理。审查或者是口试，能够说比较落实一点呐，就很容易露出马脚。各种不同的学科领域的话，学习的研究的一个成果的呈现，应该是有比较多样化。那如果说我们比较接受多元的这种研究成果的话，我相信说这一个撰写论文的市场就会萎缩。学者认为论文代写确实存在强势市场，而且要判断是不是找人代写，其实无简单。是要阻止这种歪风，除了爱落实审查甲处罚，其实也应讨论得到学位的其他方式。另外，教育部也伫去年将代写论文的罚金提悬30万到100万，加重处罚。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公布上新的就业人数，年行动调查，发现今年9月就业人数甲去年同期比起来，高增加58000人。主计总处表示，这受到少数甲高龄化、近期新长班加上毕业季原因。伫假日一早起，临时派报员伫咧路边发进来的广告，一工做8点钟800块。伊讲虽然是辛苦，不过至少也有钱赚。因为已经过40岁啊，头路歹找，不好找。40岁以上的，人家都比较想要用比较年轻一点。头路工真正歹找，伫咧做服务餐饮业的民众就讲，因为薪水无悬，工时长，造成服务业的流动率较悬。虽然一直拢有伫咧找人，不过就是找无人。很缺，可是也很难找，大家不想做服务业了，2万8，接近3万左右了。就伫金融业是无啥共款。除了业务的流动率较悬以外，基本上是较稳定。金融业其实还是相对稳定，但是人才的需求的话 ，HR 是有它的考虑。
伫9月世界率3.8%，甲顶个月比是降了0.09个百分点。不过，根据主计处的统计，比较今年就业的年成长数，1、2月上悬，年成长是76000人；9月上低，年成长58000人，是从金融海啸以来上低增幅。主计处统计，主要是受到少子高龄化、经济放慢，抑个毕业季等3大因素影响。不过，台北市就业服务处讲，台北市年成长的就业人数偏低。另外一个原因是新兴产业有愈来愈多，就像是网络外送平台这么正夯，对实体店面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有厨房，外送就好啦，他干嘛要找这些人来，还要去装潢，还要去做设备的投入。另外，国内经济放慢，有学者认为，虽然对台北市就业所影响无明显的差距，不过加减也受影响。就伫6个毕业季的时阵，车头的人变多，需要3个月到半年时间才能消化。9月成长数偏低，其实是算常态，只是今年的影响变数伤多，才会偏低。记者综合报道。坐邮轮去旅游是来愈时行咯，基隆港今日出现5只邮轮靠港进行，吸引不少民众去翕相。基隆市政府讲，5只邮轮拢总差不多1万外旅客，其中有1/3是外籍旅客。基隆港务大楼早起人就真多，除了准备要坐船的旅客，也有真多人是拄到船，准备要登去厝的。还蛮热闹的啦，里面的设施啊什么，就是大家都还蛮热络，表演什么都还不错啊。就是停车场可以再大一点，谢谢。对，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刚刚我们的司机大哥就讲说，其实就在他们规划中应该下车的地方停的话，对，结果大家都在入口。坐邮轮的人是愈来愈多，周边交通也受到考验。礼拜早起开始，陆续有世界号、高速搭新浪漫号、威斯特丹，也佫有保平星号、中远之星，总共5只邮轮，是今年基隆港礼拜上侪邮轮的一天。市府估计一天内大约1万外人入港，其中1/3是外籍游客。基本上都是由我们国内出去的客人比较多，那其他的我们挂靠港的这个邮轮呢，基本上会有一些游客来到这里。他有时候会再走去台北啊什么地方出去啊，所以我们今年为什么不晓他5艘船是不是全部在基隆？我们不知道。基隆港附近店头讲，确实有感觉邮轮人客变较多，不过无一定拢留伫当地消费。基隆市政府讲，去年邮轮带来90万人次，今年估计超过100万。市府即阵赶紧规划，甲游客留伫基隆的具体说法。头一步会甲港务公司合作，伫基隆港开设伴手礼商店，也同步加强推销在地旅游。记者综合报道。你敢有看过马祖千里眼甲顺风店斗阵北玉山的主峰呢？台中就一间钟表到玉山进行祈福活动。10月初2，也就是昨仔，信徒甲庙方派布财神甲马祖，甲2尊千里眼甲顺风店，用3点钟完成公顶的任务。派着30公斤重的千里眼甲顺风店神尊，行伫3000公尺以上的悬山，每一步拢非常的辛苦。我们快到了山下20公尺。来到玉山主峰头前的翠石坡，温度接近1度，心肝内所想的是一定要爬起去。弯腰！哎呦！你先甲扶下。手放掉。即摆的感觉，心情。13位成员除了家己的装备，也会轮流排着马祖、武财神甲千里眼顺风店的神尊，每一步拢是辛苦甲挑战。天气是真的非常好，然后玉山上一点风都没有，对他们专业向导来说，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神尊啊，然后神像都很重啊，那但是就是人要有毅力，我们要努力的完成这一刻。成员大家透早4点，天未光就出门，对白云山庄出发。爬了将近3点钟了后，终于爬起去，天气非常的好。透过空翕的镜头，翕到众神尊甲成员成功爬起去的画面。谦卑的态度，几乎是规个一步一步怎爬起你玉山的山顶，看到咱台湾的水，来推广到咱台湾的观光。这座玉山主峰的祈福行程，上届少年的成员是20多岁，上最是50多岁。为着爬起去，4个月前开始自主训练，只是为了达成这座任务。对着信徒来讲是可行，更加是完成梦想，也要甲妈祖保庇众生的慈悲信念，透过成功爬上玉山，解传出去。
记者综合报道。做回来关心天气，今日开始东北风增强，水汽增加，天气变较不稳定。北台湾会湿湿冷冷一礼拜，敢若剩拜三是好天。来看各地温度资料，北部地区是21度到25度，中部地区是21度到30度，南部地区是23度到31度。东部地区是22度到28度，那外岛地区是20度到26度。新闻最后，带大家到天气法国看好看又搁好食的衫。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咯。